迎收睇東富。即應知未啊？唔知你有冇發現呢排天氣忽冷忽熱，早晚溫差又大，成日都乞嗤流鼻水，又真係幾困擾㗎。唔止啊，最麻煩係成日鼻塞，特別係夜晚黑瞓覺啊，要改用口呼吸，唔舒服得嚟咧，仲可能搞到哨牙同牙弓變窄，唔係辦法㗎嘛。東富就請教過耳鼻喉專科醫生，原來坊間流傳嘅一個通鼻塞嘅偏方真係 work 㗎喎，仲隨時隨地都可以做添。中醫又會教大家按壓穴位同埋湯水等改善鼻塞嘅問題。仲有一點大家要注意啊！鼻塞除咗造成困擾，據醫生講，如果伴隨其他狀況咧，可能係癌症嘅先兆。事不宜遲啦，東富專家直認。近日天氣忽冷忽熱，傷風感冒、鼻敏感齊齊發作，搞到鼻塞唞唔到氣啊！但係最近網上就瘋傳通鼻偏方，假如你右邊鼻塞，只要你右手握拳，再放喺左邊胳肋底夾20秒，右邊嘅鼻塞立即就通返。同樣左邊鼻塞，左手握拳放喺右邊胳肋底夾20秒，得咗，左邊鼻塞立即又通返。哇！究竟點解咁神奇嘅？其實都背後真係有一啲醫學嘅根據嘅。我哋身體裏邊有一個叫自主神經嘅系統咧，係有關係嘅。自主神經系統通常控制我哋啲內臟啦，控制我哋嘅血管啦，同埋控制我哋嘅一啲腺體等等嘅。咁其實因為胳肋底下邊咧就有一啲神經線啦。當你受壓嘅時間咧，佢就會令到對側，即係譬如右邊嘅鼻腔嘅黏膜咧嘅血管咧會收縮嘅。咁啊會導致有一個好似通鼻塞嘅效果咯。之前有一個病人都係我朋友。咁咧，佢每逢鼻塞得好緊要嘅時候咧，佢會做一件事情嘅，就係原地跑。因為做運動咧，身體咧就會進入嗰個交感神經主控嘅一個時間啦，咁所以會導致喺短暫時間嚟講咧，即時有一個通鼻塞嘅效果。呢一啲咧都係一啲神經反射嘅一啲效果咯。咁所以其實佢嗰個時間性咧都係短暫嘅。我哋講緊可能維持幾分鐘至到10分鐘左右咧，就會冇噶啦。輕微嘅鼻敏感或者係好輕度嘅一啲傷風感冒啦，咁佢做呢件事情咧，可能就會有少許嘅效果嚇，但係如果倘若病人係一啲本身結構性嘅問題嘅話咧，效果咧可能就會唔係太顯著啦。鼻塞咧就有好多唔同嘅成因嘅，咁啊最常見嘅成因當然就係我哋可以傷風感冒啦嚇，或者我哋有啲流感啦。第二個好常見嘅成因咧就係過敏性鼻炎啦，或者我哋俗稱叫鼻敏感，因為鼻敏感都好常見啦。咁我哋通常都會處方一啲叫抗組織胺嘅藥物，即係抗敏藥啦。作用咧就係減低敏感啦，減少鼻哥嘅分泌啦，咁從而達到一個通鼻塞嘅效果嘅。我哋都好恆常會開一啲噴鼻劑俾病人啦。咁噴鼻劑咧通常我哋分開兩大種類嘅，一種類咧就係我哋叫有類固醇嘅噴鼻劑啦，用喺真係有即係鼻哥炎症嘅病人啦。咁用嘅時候咧，通常都會用一個長嘅時間咧，先至達到一個好嘅效果嘅。有另一隻咧係冇類固醇嘅，我哋就叫做血管收縮劑。通常嚟講就好快起效嘅，咁啊亦都好容易喺坊間嘅藥房啊去買得到啦。如果要用呢啲血管收縮劑嘅話，盡量咧唔好超過1個星期，長時間用咧就會產生我哋講緊一個叫藥物性嘅鼻炎，即係話佢個效果咧越嚟越唔理想啦，甚至乎會令到一啲黏膜上嗰個破損，引發到個病人個感覺咧更加塞咯。我哋其實醫生咧都好鼓勵病人咧去做一個鹽水洗鼻嘅，要真係有一包包嘅鹽粉啦，就開一啲熟水裏邊。點解要用到鹽水咧？係因為我哋啲鹽水嘅酸鹼值咧同我哋個鼻腔係最接近嘅，所以當我哋用鹽水去清洗鼻哥嘅時候咧，就好有效可以將一啲致敏嘅源啊，或者可能對於裏邊個鼻有啲分泌物咧，亦都可以沖洗乾淨。我哋有時咧都會幫病人咧去尋找致敏嘅源頭啦，安排做一啲致敏源嘅測試咧，就可以揾出究竟係邊一啲物質病人係敏感。知道咗之後咧，我哋盡量可以避免啦。其實鼻敏感嘅治療方面，仲可以有講緊一啲叫做脫敏嘅治療啦，就係針對翻病人有特定嘅物質去敏感啦，透過一個循序漸進嘅方法去俾病人接觸呢啲致敏源咧，希望身體咧會產生較細嘅反應，而導致到一個好可控嘅情況咯。病人
人有一啲叫鼻中隔彎曲。我哋鼻中隔咧嘅結構咧就係我哋個兩個鼻哥窿裏邊好似有兩間房啦，中間咧係有埲牆係隔開嘅。如果有部分嘅病人係先天性佢係有彎曲的話咧，咁可能會覺得一邊嘅鼻孔咧塞過另一邊。拳擊選手啊，或者係有受過鼻哥嘅創傷嘅病人咧，都有機會有一個鼻中隔彎曲嘅問題。我哋可以同病人做一個叫鼻中隔嘅矯正手術。咁其實都係一啲微創嘅手術嚟嘅噃，嘗試將彎曲區域咧，我哋去矯正翻。第二個結構嘅問題就係一個叫下鼻甲骨啦。喺我哋個鼻腔裏頭分別咧係有上、中、下鼻甲嘅。你見得到最長同埋佔據成個空間最大咧，我哋叫下鼻甲嗰個位置啦。部分嘅病人咧喺結構上嚟講咧，有一個叫下鼻甲骨嘅肥大。我哋亦都可以透過手術嘅方式咧，將部分嘅下鼻甲切除，甚至乎用其他嘅熱能技術咧，將佢縮細，咁亦都可以好有效達到一個通鼻塞嘅效果。如果長期鼻塞唔去處理咧，的而且確會增加病人患上鼻竇炎嘅風險嘅。鼻竇嘅原理咧就喺我哋鼻腔側根嘅一啲副房間啦。如果長期鼻塞咧，就會令到呢一啲鼻竇唔流通咧，咁的而且確係會增加患上鼻竇炎嘅機會啊。會唔會令到啲病人會有演變成鼻咽癌咧？咁其實呢個就冇乜特別嘅科學根據啊。鼻塞咧調翻轉咧係可能係一啲癌症嘅先兆或者表徵喎。所以如果病人係有單邊鼻塞啦、鼻涕，或者裏邊有帶血絲啦，耳仔單邊有耳鳴，或者可能頸部出現一啲腫塊，我哋叫淋巴咧，其實呢個就可能響起警號啦，要去即刻去求醫，因為其實都可能係一啲鼻咽癌嘅一啲先兆咯。中醫重視固本培元，如果要快速通鼻塞，原來一樣有妙招，而且方法仲唔止一個添。鼻塞咧喺中醫角度嚟講咧，最常見嘅病因咧就係外感啦，同埋內傷係啦。外感咧就係話咧，我哋一啲傷風感冒啊、流感啊呢啲；內傷咧就係我哋一啲鼻敏感啊、鼻炎啊呢啲引起嘅鼻塞咧。咁咧通常係同我哋嘅體質有關嘅。中醫都有一啲方法咧，可以咧好快咁樣舒緩呢個鼻塞嘅。最簡單又安全嘅一個方法，梗係自己同自己按摩啦。有幾個穴位啦，第一個穴位就係我哋嘅迎香穴啦。迎香穴就喺我哋嘅鼻翼旁邊呢個法利紋呢個位置嘅。咁然後再對上咧喺呢個鼻骨旁邊咧個凹陷位置咧，又係我哋嘅上迎香穴啦。咁呢兩個穴位咧，我哋可以同時咧，我用我嘅中指啦，同埋我哋嘅食指咧，咁樣去慢慢按揉佢，力度咧可以由輕至重啦，令到佢有少少酸脹感就啱噶啦。到咧我哋可以咧咁樣去捽呢個位置啦，即係搓佢啦，咁等佢咧就有一啲發熱嘅感覺，咁個鼻橋就可以好快通到。另外有一個合谷穴啦，合谷穴咧我哋點樣揾咧？我哋又用我自己一隻手嘅呢一個橫紋咧，對正我哋嘅虎口呢個位置。一按落去咧，咁呢個位咧就係合谷穴啦。咁合谷穴咧，你按落去有啲少少酸酸冤冤嘅感覺。咁另外咧，我哋又可以針灸啦，可以咧行氣活血、疏通經絡。中醫師咧會根據你嘅體質啦，咁你喺你個頭面部啊或者係手腳嘅地方咧，個穴位就未有落針。咁通常幾分鐘之後咧，鼻塞嘅情況咧就可以得到緩解，而且咧都可以維持多一段時間嘅。天灸咧，其實係一個咧對喺中醫嚟講去治療呢一個鼻敏感係一個好好嘅方法嚟嘅，特別咧係適合一啲虛寒體質嘅人士嘅。天灸呢樣嘢咧，其實一年咧得2次可以做嘅啫，就係我哋咧7、8月嘅3伏天，同埋12月、1月嘅呢一個3、9天，用一啲咧就係辛溫走喘嘅中藥，將佢磨成粉，製成一啲藥貼，敷喺身體一啲特定嘅穴位裏邊啦。咁啲藥物咧會透過呢個皮膚去吸收咗之後咧，佢就可以刺激我哋嘅經絡，提升我哋嘅抵抗力，改善我哋嘅體質。咁嚟到去到冬天嘅時間咧，我哋個鼻敏感咧個發作次數同埋佢嗰個嚴重嘅程度咧，都可以咧就大大咁減輕。咁通常咧連續貼3年度啦，嗰個鼻敏感咧個改善咧就係效果更加好嘅。我哋可以咧試用呢個紫蘇生薑擦啦。我哋用紫蘇葉咧3至5片啦，而生薑咧就2至3片，再加啲紅糖，洗乾淨咗之後咧可以煲水啦，煲10分鐘左右咧，咁就可以飲用噶啦。咁而呢一個紫蘇咧，佢本身有一個發汗解表嘅作用啦，而生薑有一個溫中散寒嘅作用，所以呢個擦就可以幫我哋驅除一啲寒邪啦。咁特別咧適合於我哋呢個風寒感冒啱啱開始起嘅時間，我哋突然間會覺得凍啊、流清鼻水啊、鼻塞嘅呢啲情況就可以好啱噶啦。唔少人幫襯外賣平台都有唔愉快嘅經歷，唔係投訴送到嚟嘅汁同埋嘢飲倒瀉晒，就係等到頸都長啊！再唔係就粒聲唔出，放喺門口就走咗去，大呻揾食艱難。咁大家可能唔記得，唔怕生壞命，就最怕改壞名啦。
你講開改名啊，有專家就教路啦。由於外賣員喺遞送嘅過程中，只係需要知道地址同埋聯絡電話，用家應該盡量避免使用真名，而改用昵稱。但咁又同服務有咩關係？嗱，最近咧就有網民喺討論區曬命啦，話自從將個用戶名改為食環署之後咧，嘢食全部都新鮮滾熱啦，未試過留單咁話喎。亦有網民留意到張單個名，辣辣忌廉邊個食？我唔食吞拿魚食意粉，到底係咩意思呢？亦有網民認為啊，店家冇漏嘢，餸菜又新鮮，係因為人哋服務真好，關你個假名咩事啊？相信曬命嘅網民都係講下笑博流量嘅啫。不過講笑還講笑，法例規定任何人藉任何作為或不作為假冒公職人員，或假裝能促使公職人員作出或不作出與其職責有關嘅任何作為或事情，可被罰款2000港元及監禁6個月。雖然有人留意到個網名入邊用咗呢個為，而唔係官方用嘅呢個為，但都係小心啲好啊！好啦，今集節目時間又差唔多，大家有咩申訴呢？記得致電我哋爆料熱線36003600，等我哋第一時間同大家東呼直認，拜拜。拜拜。